歡迎踏上香港物流行業嘅轉型之旅。我哋將重點介紹一家專注於大灣區倉儲同智慧營運嘅領先企業，如何應用港口社區系統 PCS， 以推動行業優化同發展。PCS 除咗增強我哋港口嘅競爭力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嘅地位之外，同時推動整個物流行業數字化轉型。佢唔單止加強企業之間嘅協作，簡化營運流程，更顯著改善咗貨物追蹤嘅準程度，為整個貿易生態圈提高效率。透過參與 PCS， 為用物流咧可以同我哋嘅合作夥伴提供即時透明嘅貨物交互信息，支援各方獲取物流動態，增強物流全國際嘅獎項。我哋正積極探索將區塊鏈技術整合至 PCS， 以支援商品貿易。呢種創新舉措不僅強化咗系統安全性同埋透明度，亦為物流同貿易領域嘅信任建立咗關鍵基礎。PCS 對香港物流業至關重要。通過 PCS， 我哋正係為生態夥伴設定新嘅效率、透明度同埋協作標準。我哋希望同各方共同推動 PCS 持續優化，並為貿易社群中嘅信任建設貢獻力量。我哋唔單止優化物流流程，更喺積極重塑香港貿易嘅未來格局。